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10月1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1篇第9节到16节，以赛亚书47章第10节到15节，路加福音22章24节到3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争论。人们彼此之间的争论都有因为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去争。我们看的最多的大概就是争财产吧。最近比较著名的争财产的案例就是某个运输集团的遗产官司。后来二房独子胜了遗嘱的官司，他独得了遗产100多亿元。这个官司起因于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们想要完全的掌控公司，并且占有所有遗产控制权而起。可以说是有的还想要更多，永远嫌不足啊。这样的情形其实大大小小都常常看到。以赛亚先知针对以色列人的罪说了以下的话，在以赛亚书47章第10节到15节，先知这样说道：你倚靠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你的智慧聪明使你走偏，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没有别的了。但是灾难临到你，你不知如何驱除；灾害落在你身上，你也无法除掉。你所不知道的毁灭必忽然临到你的身上。尽管使用从幼年就施行的魔符和众多的邪术吧，或许有些帮助，或许可以制胜。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让那些观天象看星宿，在初一就说预言的都起来了，就你脱离所要临到的你的事。看啊，他们要像碎秸被火焚烧，无法救自己脱离火焰的魔掌。没有炭火可以取暖，你也不能坐在火旁。你所操劳的事都像这样，你从幼年以来与你交易的都各奔己路，没有一人来救你。令我们好奇的是，以色列人自以为是到自己的有一个程度，认为自己的恶行是隐形的，没有人能够看见，没有人能够知晓。他们甚至还认为自己可以跟上帝争谁比较大。他们认为只有我以外再没有别的了。他们真的以为自己能够跟上帝比大吗？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也是在争论谁比较大。争论谁比较大，其实当然在考虑的是后面他们以为可能有的利益。路加福音22章24节到30节记载了这一段的故事。圣经的经文说，门徒们有了争论，究竟他们当中谁算是最伟大的？耶稣对他们说，世上的君王有管辖人民的权利，而统治者被尊称为救星。但是你们不应该这样，你们当中那最大的反而应该像年幼的，做领袖的应该像仆人。那坐着吃喝的大，还是那伺候他的大呢？当然是那坐着的大。然而
我在你们当中是伺候人的。我在磨练中，你们始终跟我在一起。我现在要把我父亲所赐给我的王权也赐给你们。你们要在我的国度里跟我同桌吃喝，并且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支族。但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们的门徒跟随他的人不应该要思考成为有权力的人，而是要像是仆人一样来服侍人，不是那种拿最多、做最高等人去侍候的那一种人。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更不应当彼此争论，而是要彼此服侍，彼此相爱。诗篇91篇第9节到16节，因为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以至高者为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命令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踏狮子和毒蛇，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因为他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他。因为他认识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享足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愿主帮助我们时刻反省，谦卑跟随上帝，成为一位领受呼召、服侍、照顾人的仆人。求主帮助我们移除心里的争竞，愿意彼此相爱，互相扶持，领受主恩。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